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，愿咱的生活、工作拢大大阿乐咱的主。是，这就是咱做基督徒上要紧的使命。咱人生拢是咧荣光咱的上帝。所以，各位亲爱兄弟，所以咱毋是伫礼拜时阵，咱有唱歌阿乐。就是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有咧敬拜上帝。如果咱已经将敬拜阿乐放伫你的生活的每一天，我咧工作，我咧开车，甚至我咧讲话的时阵，我的心内拢有一个阿乐敬拜的灵。我想这就是咱上要紧、一个真要紧的生活。你将信仰已经全然放伫你的生活内面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啥物？咱每一个人拢是天才，请你记住，上帝已经将一个真水的形状放伫你的生活顶。咱上帝将一个真奇妙的形状放伫你的内面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感谢你，我的人生就是咧学乐，荣耀高举你的名。阮靠无阮的每一天。拢活伫主你的心意内面，所以阮就无搁惊吓，也搁无受到遮个侪限制、苦毒的心来牵绊。阿爸上帝，互阮每一天拢满有你的同在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有一个朋友啊，伫对一个工地行过去，这个工地拄咧处理一只真大粒石头啊。这朋友去来石头摸摸看看，伊讲：这个石头你要创啥货？刚来讲，我要来拆去顶掉，因为这无路用。所以这个朋友吼，看这石头足欢喜。亲像这你看，这石头啊，对来讲敢有路用？敢有路用？这朋友看了这石头了后，伊就同伊讲：石头莫顶掉。来送互我好无？来送互我好无？咱这过来看，这石头到底有啥物路用？如果你看到这么大粒石头啊，你会想要来搬转去厝无？这个工人听着伊安尼讲了，哇，伫遐大笑伊讲：啊，你是安怎？你头壳有问题哦？这石头这么大粒，啊，佫这么歹，啊，你爱要创啥？这朋友同伊讲，这石头啊吼，内面有一身真要真水的天才。我这个家人想无，因为伊毋知影到底是安怎，所以这朋友将这石头搬断了后，伊开始吼真用心来雕刻。原来这个人是一个雕刻家，伊看这石头的纹路真适合来做雕刻，所以伊透过伊的手就雕刻一身非常水的天才，我想这是咱想象袂到的。所以同款是一粒石头啊，毋过伫无同款的人的心内，伊的价值就无同款。这个朋友可能咱熟悉，伊是叫做米开朗基罗，真早前的一个艺术家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奇妙的开始。真侪时阵，咱用咱眼光来看某一个人、某一个代志，其他人嘛有其他的想法，就是因为咱的眼光无共款，所以咱对真侪代志的判断甲想法也无共款。所以伫遮看到，这工地工人啊，因对这石头啊，甲这个艺术家看这石头的价值观是无共款的。安怎无共款？因为眼光无共款。请兄弟，真做基督徒就是咱求上帝帮助咱来培养你信赖眼光。你会晓上帝帮助你，互你的眼光搁较侪是对上帝心意来，互你以前所领受的、所影响的，会当对上帝来帮助你拄着这无适合的、无好势。所以眼光是咱对上帝领受的真要紧的开始。
今仔经文有一个真要紧，伊讲恁着清起家己，脱离遮个无好的代志。伫圣经原文咧讲，其实遮脱离遮无好的代志，啥物？是遮不义、无公义，也是负面的代志。咱心内底，如果有真侪遮无合乎上帝心意，圣经提醒咱，你也会晓求上帝帮助你来脱离遮个，因为你若无安尼，你的人生受真侪影响。有一个少年伫工作时阵啊，一直无办真好势，甲人有真好的对话，甲同事也无办真好的沟通，伊心内感觉真艰苦。伊不管做啥物货，拢感觉真袂顺。一天透过一个牧师的祈祷，甲伊提醒，伊发现原来伊的人生就像石头共款。伊细汉时阵因为是大囝。伊下面有真侪遮个弟弟妹妹，常常爸母出去时就来讲，我讲哦，迄个房肯带，迄个衫爱洗，迄个涂骹爱扫，迄个姐姐，迄个弟弟妹妹讲过，你要帮我看。所以爸母出去时阵，即做大汉后生的人就开始无因厝的代志。爸母当然先来讲，迄代志有做无？爸爸妹妹功课有用无？就来讲一大堆。伊从来捌关心过即个大汉囝的感受，所以伊开始感觉伊是亲像迄个大共款，伊是无人要爱的，伊是无人爱的。所以伊到大汉了，即种的念头伫个心内底，讲爸母吼拢只有关心我的弟弟、我的妹妹，爸母从来捌毋肯讲我有食饱，我的功课好无。所以伫个心内底真自然，伊就一种无好的感受。虽然已经大汉啦，啊，不过迄个感觉、甲迄个意念并无离开。什么意念？爸母并无疼我，这个意念伫个心内底，所以影响伊甲人的关系。因为伊的心内有一个，我是无得到疼，我是无价值的，所以这个念头伫伊的心内底一直咧影响伊。伊开始安怎？伊对伊家己有负面的看法，甚至安怎？伊捌想过，想要结束家己的生命。伫伊心内底，伊开始有一个真无好意念。既然这个世间，我袂当得到疼，我无办法去，互我家己的人生行伫一个真丰富、真水的生命内底。除了这负面念头，其实伊嘛有一个正面声来讲，毋是安尼。就算爸母拢离开你，天顶上帝也疼你。总是迄两个声音常常常常彼此拉扯，互伊感受到真艰苦，非常的艰苦。当你的心内底如果有真侪类似这种声音的时阵，这是今仔圣经提醒你应该爱会晓怎样来敲找上帝，求上帝帮助你来离开这不义、负面的声音。这代志如果袂当改变，其实你会活了真艰苦。你的心内底若常常充满这无好的声音，伊在影响你，所以，虽讲你可能有一寡成就，你有赚一寡钱，你的家庭拢真和谐，啊，我你心内也是有一个忧愁、挂虑的心。你毋知影是安怎？啊，不过你就是感觉你的心内底都是有忧愁、挂虑，你毋知到底是怎样。圣经提醒咱，你需要求上帝帮助你。帮助你从迄个无适合的、迄个安怎引起的根源来找出来。如果你的人生一直活伫这种负面、无价值、无人听，你是孤单的时啊，我相信你做一世人基督徒，你袂当真正得到头案。你真拼命祈祷读圣经，你依然感受到迄个苦难。
迄个捆绑伫你的内面。咱圣经提醒你，你爱清洁家己，离开这个卑贱、负面、无公义，还是影响你这一切歹事。你爱离开这个，让你看咱真正安怎，真做圣洁。伫圣经内底，这个圣洁是怎物？是一个你实在要成就这种的地位角色。如果咱看过圣经，你会发现亚当还未犯罪之前，伊会当真自然甲上帝面对面，甲上帝讲话。啊，我当伊甲伊的太太犯罪了后，上帝行伫迄埃甸路旁的时阵，伊就紧闭起来。上帝讲：你为啥要闭起来？上帝马上知影。怎么会？恁有食迄个我甲恁提醒袂当食的果子，那就是犯罪。上帝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里弄一个真好的心意，伊将一个真好的角色已经放伫你的人生内底。今仔当你开始脱离这无好的代志的时阵啊，也就是上帝要将这个真要紧的角色，更较完全。手术伫你的身躯顶，就亲像迄个还未犯罪亚当的角色共款。所以，这个圣洁是啥物货？圣洁是一个上帝所予你的角色，真完全实现伫你的人生内面。这个角色会当帮助你，你知影我是上帝的囝。像这当你受洗礼、成做基督徒的时阵。你敢真正知影你的角色是啥物货？我要来讲，咱拢是上帝的囝，阿门。当你上帝的囝，这个角色要放伫你的心内底。上帝将这个角色予你，因为伊早就备办，将这个角色放伫你的人生内面。这个角色，互你足清楚知影，我亲像一个王共款，我亲像一个王共款。我毋免亲像地面的王，行喺这围墙向并去，最后像这大共款用安全带把伊王位绑起来。现在这如果咱人生常常拢爱行东行西，然后爱想过要安怎用尽办法来巩固你即马所有的物件，你过来会欢喜吗？有真正喜乐平安伫你内面吗？上帝所予咱角色是一个对伊所来的，伊将这角色放伫你人生内面。上帝透过这角色，予咱足清楚知影，你、咱众人拢是伊的囝。所以，伊开始透过这个实际，将这最要紧的地位放伫你的人生内面，你才会当开始更较好势，成做上帝的路用。所以，合伫主的路用，也就是讲，你的被使用这个功能非常清楚走出来，非常清楚会当使用，会当开始。有一摆当我开车去邮局，去纳一寡税金、一寡物件了，办理好势要开我的车，我发现，迄个锁吼袂当用，咔袂当用。我想真紧急，因为离开家己的所在，去到远，然后毋知要安怎，就马上找朋友帮我找修理车的人。伊来了检查，伊发现，毋是马达的问题，是你的锁头有问题。哇！我顶摆拄着锁头有问题，以前车袂发，大部拢是无电。伊发现是锁头问题，讲这个锁头吼，我搁爱调。所以，佮马上去找其他的厂商来调一粒到我下的锁头来使用。伊北海来讲，你看，这锁头安怎害去？啊，就是讲伊失去伊的功能，无办法来发动这台车。失去功能了，这个锁头就无路用。你看这例句，如果咱已经真做失去功能基督徒。上帝讲怎样使用你？上帝有权柄、有权力，安过要怎样来使用一个失去功能的基督徒？
下日主的路用，透过这个天书，咱离开这个逼真的事，真做圣洁，合日主的路用，然后开始便便来行一切好的事。透过真侪训练，透过真侪再受造就，咱该开始知影，咱要甲上帝做伙同工。啊，我你会记哩，有一个天书列足清楚，咱真侪教会开始训练造就听这，甚至一洗礼了后，就开始安排真侪课程来操练、来训练。总是，如果咱家己每一个个人袂当离开这无好的代志，不管你安怎操练、安怎训练，咱的果效拢是有害。因为你的心内有真侪啥物，真侪阻碍，咱心内有真侪无下期的事。有一个10岁囡仔，因为车祸，所以伊的倒手受截肢，真做正手的一个囡仔。后来去学柔道，有半段时间，这老师拢教伊一个动作。逐工叫学迄个动作，逐工叫学迄个动作，这囡仔开始感觉足奇怪。我交钱来这学柔道，逐工拢学这个动作。有一天伊就问老师讲：“老师，我学这么久啊，你敢袂当教我其他的吗？我逐工拢学这个动作。”这老师来讲，你相信我，你只要会当将这个动作学到非常的熟练。安尼就好啊！这个囡仔相信老师，所以伊继续听老师的话，不管什么时阵，就是不断地操练这个动作。所以后来有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比赛，伊发现用这个动作，伊不断赢过遐甲伊比赛的其他的人，甚至到最后。伊赢过迄个，互人看做上厉害的一个朋友，我心内非常欢喜，讲太真厉害！我只有这个动作，为啥会当安尼做？所以迄天当离开迄个比赛场所，要转去的时啊，伊老师讲，伊老师，为虾米我只有学这个动作，我会当有这么好的成就？这老师来讲。有道理，我来讲，我来讲这个动作是柔道内底一个非常困难、真无好学的，所以我爱你就是一直操练、一直操练、一直操练这个动作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破解这个动作，爱抓你的倒手，啊，毋过你无倒手互伊抓，所以真自然伊会开始突然间毋知要安怎。当你出手的时阵，伊还咧想看要安怎破你的动作，啊，毋过已经想完啊。哇！突然间，这个囡仔较会晓，较知影，原来这个老师伫这半冬内底，用真侪想法，伫伊家己的欠缺内底，老师要想看要安怎帮助伊，互伊会当适当运用伊的软件，反等等成做一个真适当的器具。真正你捌想过，上帝嘛知影咱软件甲含慢，伊敢有可能嘛伫迄个所在咧操练咱？咱需要一份真要紧的信心来相信咱的上帝。咱人生有真侪影响，咱有家庭影响、遗传的影响、一寡关系影响，甚至文化传统影响。这物件会成做啥物货？会成做一个无好的信念。最近阮拄仔上詹思聪的牧师的课程，所以我发现，其实伫我的人生内底嘛有真侪即种我所毋知影无好的影响。这影响安怎？伊会慢慢会成做一个你心内的想法。这个想法你毋知伫啥物所在来。啊，不过真自然就是成做你人生一个最要紧的想法，伊会不断的影响你，安怎影响你？
伊可能会甲你讲你无好，你毋是真好，你有惊吓，你无得人疼，也是伊来讲疼是有条件，你无价值，你真孤单，你开始会感觉有真侪即个声音在提醒你，甲你讲否定你的人生，然后即个真侪负面的想法。也开始真做你对你家己自我身份一个肯定，这负面的声音会开始真做你人生的一个自我肯定。这肯定来讲，你讲啦，我是失败啦，我真憨慢，我真无路用。然后你会感觉我的生命毋知要创啥，虽然我是基督徒，我知我的人生要学了上帝，学了上帝要创啥？你人生咧有真侪对。你一生无有真照正的目标，像你感觉你毋知要找啥人帮助你，啥人当帮助你，互你得到挖口。这负面的声音，互你真做你的人生成分的时阵，你会真艰苦。你会开始伊生出真侪无好的轨迹，生出真侪无好的行为、无好的想法，甚至稳重伫咧内面。你无别人讲，啊，毋过这歹的想法、观念，拢伫你的内面。对影这，咱有受真侪这传统习惯，甚至是无好的教育、家族的遗传，对父母、对家族遗传伫咱的心内底，这拢在影响咱的人生。如果咱人生中不断互这个代志在影响你，你想看觅，咱受真侪造就、真侪训练，虽然真好，啊，毋过迄个功效有限，因为咱无真正对家己做一个真要紧去解决、去讨伐。所以不管即摆你到底是啥款的境遇。根本提醒咱家己的努力祈祷求上帝帮助咱，亲像接石头共款。上帝是迄雕刻师，求上帝来好好来雕刻咱每一个这粒石头啊，互咱人生伫上帝手中，别人看做是负面。甚至你对你家己也看无，你感觉你家己无价值，你感觉你家己无好势，啊！我上帝眼光知影，伊要安怎塑造你，来成做伊心意内底迄个真水的人，真好势的器具。所以透过这个经验，咱开始将遐对你家庭、家族关系，还是无好的这个教育、文化所领受这个物件。求上帝帮助拢摕掉了后，上帝开始有一个，互你一个真要紧新的自我核心价值。上帝将这个新的核心价值提醒你讲，你是上帝所疼的囡仔，就算父母拢离开你，上帝疼也无离开你。上帝接受你这个人，你的人生是有上帝安排目的。你的人生是平安的，你的人生会当犯错，上帝永远咱犯唔着，咱的人生有价值，咱的人生有真侪对上帝来，遐个真水的是自由的人，透过这个自我肯定的信念，上帝提醒咱这个代志，一项一项，伊开始定性，互你一个对你家己核心身份的价值观念。伊在提醒，你是一个三款的人，你这个人是我上帝所放伫你心内底个真要紧的，我将这个放伫你，所以你开始知影，你的人生是安怎？你的人生是我是无价的，我一生伫上帝手中，迄个价值是无法计算。我的人生啥？我的人生是有目的的。因为上帝呼召我，上帝呼召我，伫遮聚会，我有工作，我有生活，我有家庭，我有真侪关系连接。
我有才调，上帝有权柄，阁有气力互我，所以上帝开始呼召我，我清楚知影我的人生角色是啥物货。然后我嘛知影，我会当倚靠上帝来帮助我。我相信上帝伫我一生中间，伊将真好设计划放伫我的内面，所以我的人生足清楚，足清楚。透过安尼，咱开始对上帝领受这阳光的人生。上帝将真奇妙轨迹放伫你的人生内底。上帝将这轨迹放伫你的人生，甲以前人生当中无共款。你的生活眼光已经改变啦。你已经离开上帝所讲遐不义逼真的事，遐负面、遐无好的影响。所以，上帝已经将足清楚将你的角色放伫你的人生，就是啊，你的地位已经无共款，你的地位已经无共款。所以，咱开始真好势正做上帝的路用，备办来行一切要紧的事。透过这个过程。咱的人生伫上帝手中，上帝看咱，毋免是亲像天使，上帝看咱是啥物？你是我的囝，你是我所宝贝的囝，你是我看作要紧的囡仔。上帝心意足清楚，放伫你的人生内面，伊要提醒你，我的囝。你爱努力，将你家己交伫我的手，我会帮助你来离开一切遮的不义、负面、歹影响。我会帮助你，所以当你开始安尼做，后壁遮个代志就开始慢慢坐伫你的顶面。我知咱有邀请张思忠牧师来到咱教会，我提醒如果。开始开这个课，咱爱努力来领受这份真要紧的灵命更新。如果咱无真正改变，外在改变拢是有限。上要紧是怎样对你的心内底来改变？你的心若改变，才会当真正外在所有拢改变。你的心若无改变，咱永远受着遮个真多限制。真多捆绑，你永远会感觉心内有忧愁，心内有挂虑，心内无平安。你毋知啥物叫真正喜乐，因为你的心永远填满这个无适当的心情。圣经提醒咱，你要努力来离开一切逼真的事。其他日。咱同心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，安全你家己，找时间安全你家己，求上帝将遐个影响你的根源显明伫你，显明伫你了，又求上帝讲，主求你掌管伫我这个心，这个无好的心灵，求你帮助我摒扫下甲，你每一天来掌管我的心。互我的心里哪来哪更新，互我的心里愈来愈侪有对你来信心的同在甲感动。安尼，你才会真正来改变你的歹习惯、歹意念、负面的想法，遐一切影响你，伫你心内不断的影响你，这一切歹的根源，这根源若完全整除，咱人生才会真正改变。你的人生才会真正改变。阿爸上帝，伊真爱甲咱做这样代志。拍开你的心，求上帝讲，主来掌管我的心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阿爸上帝，阮靠无你，每一粒心伫你的手中，你拢看阮做宝贝。我的心，自我靠无来仰望你。我对家庭、家族、遗传，对真侪关系，还是对
真侪教育文化内底，我有真侪无适当的观念影响。阿爸上帝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来掌管，你帮助我，转去到迄歹的负面的根源内面，互我知影，将这个来献上祈祷，交伫你稳定的手，你来洗清去一切歹、负面、无公义的代志，互我的心真正得到更新。下伫你的路用，有圣洁来陪伴，甲主成就奇妙事。阿爸上帝，将我的心交伫你的手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